可是我还想吃鸡翅哎。大小姐，都几点了？这大晚上吃什么鸡翅啊？明天再说吧，行吗？叔叔，其实我也想吃鸡翅。爸，叔叔，爸，你们是我叔，啊。起来吧。爸，喝水。哇，好香哦！点那个，这个啊？对，点点。不行，告诉你看哪个啊？有。哎，你说咱俩跟这玩呢，你把自己跟人做饭合适吗？那要不待会你先把这收一收吧。又是我呀，怎么？好吧。太香了，我尝尝看。我也想吃一个。是吧？好吃。我就说我老爸不是带的吧？